孟子曰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師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卒剔惻隱之心，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喻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言也。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由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惻者也；謂其君不能者，惻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於我者，茲皆廓而充之矣。若火之始燃，傳之始達，久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久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